國廟會其實係教育局生態家國3.0聯校國民教育計劃入面嘅其中一個活動。透過舉辦呢一系列嘅多元化學習活動，推動國民教育，培養年輕人成為有質素、對社會有承擔以及具國家觀念嘅新一代。我哋九龍樂善堂扎根香港145週年，每個服務同埋項目落實，仲有推展，都係以區區為本，以民為先。今次嘅活動係由教育局統籌，九龍樂善堂主辦，余近卿中學協辦，唔單止令到我哋可以傳承中華傳統文化，感受其卓越嘅魅力，從而激發民族嘅自豪感，響應全民國家安全教育嘅號召。本堂亦都好希望藉住廟會帶出非物質文化遺產以及文物國寶呢啲珍貴嘅學習素材，令到參與者喺愉悅嘅氣氛中體驗中國文化並傳承落去。現在來讓我們一起倒數3、2、1。羅湖一生態家國廟會正式開鑼。歷代保家衛國人物造型及扮演比賽。